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拓跋将军，拓跋将军，替我照顾好妙之。拓跋将军，将军！此为何物啊？竟如此厉害！呀，这就是你说的新世界，哈哈，终于回来了。走，我带你去见识见识。走。不要，我要再玩一会儿。哎，快走。走。我再玩一会儿。走吧。好吧。来，嗨，来了来了。好。哎呀，咸鸭蛋。来，小慧。来。哎呀，小慧啊，你吃慢点啊，那么着急干嘛呢？你最近早出晚归的，是不是找好对象了？啥时候结婚的？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什么跟什么呀？哎，不过我觉得闪婚也是挺好的。这话你跟我爸说啊，我走了。哎，
那么着急去干嘛？慢慢走啊！哎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喝点豆浆消消火啊。哎，我倒是最近发现你的气色好了不少，说明这个食疗啊还是挺有用的。哎，我最近啊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啊是比以前好了很多。我问了大师啊，大师说我只要好好的去做气功的话呢，一定事半功倍的。那行，那咱们明天就去报名好吗？好啊。哎，你说，这儿子啊，之前让我们保管的那个结婚基金，要派上用场了。那个钱啊，可是儿子做兼职、做学术研究，辛辛苦苦赚来的。我倒是有个想法，帮他好好的找个好媳妇，把这些钱通通都交给他去保管。不许你这么胡说八道，啊！好好治疗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什么病都能治好。来，多吃一点，吃好了，病也就好了。来，多吃一点。很心疼黄色，不要低头，绿帽会掉；不要流泪，林森会笑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这样的女主角，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她，这什么鬼设定？自恋狂。老板，这大早上的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从大门进来的呗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给老板确诊一下，顺便送早餐啊。他好着呢，你走。你说好着就好着呢？你是医生吗？那你是？对啊，我是。这大早上的就挨顿架，我招谁惹谁了我？好像哪点比不上那个银僧了，真是令人发指。切！这么烂的剧本，我还能哭？喂，这么快就走了？放空。来了。早安，我的小公主。早，真的好早。昨晚睡得好吗？你一定没吃午饭吧？没什么胃口。都已经中午了，你看我买了些什么好吃的？你上次说你最爱吃的，我都买了。忙了，我知道你是想方设法让我开心，可你越这样，我就越不。
我这就走。哎，黄辉，被你刚才说的，还真有点饿了，想吃你说的那个锅。玉萝卜锅。嗯，你真想吃啊？可以吗？地主，这是练我还是练你呢？你们两个大男人做这些好吗？我帮他锻炼的。哎，不要管他，我们继续，抱紧我的腰，抱着呢，紧。对，好，你们继续。还有多久啊？我坚持，顶住。你又对我干嘛？对不起，我之前应该给你做一个全身检查的。我傻傻的听你说你有皮肤病，所以其他的都没有管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居然还有沙眼。沙眼？你这些……你不用担心，这些都是我打电话问过教授了才准备的，没有在网上乱搜，请放心使用。那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作为你的私人医生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你听说过拐个皇帝回现代吗？听说过啊，那不就是冯冯写的小说吗？我之前超级期待芬妮出演女一号的，不过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就停止拍摄了。我真的好喜欢芬妮。那芬妮也认识冯峰？认识啊。我听死黄辉说他们是很好的朋友。芬妮从国外回来了，第一个见的人就是冯峰呢。要是我也有机会见到芬妮的话，我一定要跟她拍一张照，然后发到微博上去。不好意思啊，一下忘记了个人形象。你想见芬妮啊？我带你去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来了！哎，汤来了。哇，今天尝尝我的手艺啊，尝尝我的手艺。本来应该我做的，不错。但是我刚出师，怕坏了你的胃口。我爸专业。叔叔阿姨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不谢。来冯小姐，千万别客气啊！不知道我做的这些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？合胃口。叔叔，您别叫我冯小姐了，叫我冯峰吧。好。性格爽快，来多吃点。哎，来多吃点这个，对女人有好处的。你也多吃点吧。谢谢阿姨。我跟你说啊，客气。哎，你给人家哦对的菜呀。那去，来多吃点啊。多吃点啊。来，吃这个。爸妈，你们让他安心吃一会儿。这汤特别好喝，我给你盛一碗。峰峰啊，等一下饭吃好了以后，帮我签个名怎么样？我呀是你的忠实粉丝，我特别喜欢你那个拐个皇帝，这里边的男主角叫李欢，真的是一个标准的暖男形象呢，迷死人了。哎呀，他呀，这每天晚上就是皇上，不停的喊呐，哎呦，我都受不了了。妈，人家吃点家常饭，别讲那些有的没的。你别介意啊。没事啊，我很愿意听的。阿姨，等一下吃完饭我就帮你签名，要多少签多少。真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呢是个历史老师，我对古代皇朝啊特别喜欢研究。我看有很多剖析他们的书呀、小说呀，还有电影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一本书，可以把它描写的如此的细腻真实。谢谢阿姨。有时候我想你啊，一定是去过古代的。我跟你们开个玩笑的，我只是欣赏冯峰的才华。峰峰啊，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多到我家来玩，我们啊可以多多的交流交流啊。来，多吃点啊。谢谢。来，多吃点菜，来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这个峰峰啊，
实在是太可爱了，难怪你这么着急的，要把结婚基金给拿出来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噎着了。没事，来，我们来干杯，来，干杯，来碰一下，碰一下，碰一下，碰一下啊！吃菜，多吃点啊！峰峰啊，我们这么长时间接触下来，我觉得我们也挺默契，挺投缘的。我也觉得阿姨很亲切呢。我们家小慧呀，就是个大孩子，平时啊啰里啰嗦的，一定麻烦到你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男生，阿姨你不用担心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担心的。阿姨您什么意思啊？你别看我平时精神挺好的，医生说我现在的情况是子宫颈癌3期，医生说化疗已经没用了。现在黄辉的爸爸呢，一直给我用那个食物治疗法呢，现在效果也还好。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我没听黄辉说过，真的对不起。不要说对不起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跟黄辉说过，我们就是担心这孩子会受不了。平时我有一点感冒，他就会紧张的让我去看急诊，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，那他一定会放弃学业，还有工作，一直陪着我。可是我这个病又不知道会拖多少时间，我这样岂不是连累他？我宁可自己撑着。阿姨，我认识一些专科的医生，要不我帮你？谢谢，我对自己呢，真的也看开了。可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们小慧。但是现在小慧有幸遇到了你，你应该就是我们家好媳妇的人选。阿姨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，就喜欢扭扭捏捏的，我心里都明白的。但是呢，等到我真的有那么一天的时候，你要帮我好好照顾他，我真的放心不下他。阿姨，妈，哎，你最喜欢的那个言情剧又开始了啊！啊，来了，哎，我们过去。今天的事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密，千万不要跟他说啊！哎，走吧。哎，来了，走。美味酸奶免费试喝，大家过来尝一下。新产品美味酸奶，我们的新产品哦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没想到这新世界竟有如此好喝的奶呀！姑娘，能否告知在下，这个奶是你的奶吗？流氓！哎，姑娘，我告诉你啊，土包子，什么都不懂，别给我丢人。不是你也不想想，我能懂吗？我还敢顶嘴？走，别妨碍我的正事。哎，别！他哪敢！这放开我，弄疼我了。妙芝，你怎么来了？妙芝，什么时候被关起来的？告诉本将军，本将军跟他拼了！我跟他拼了！我哎，你干什么？保安！好，是你们关的他！走！把妙芝给我放出来！好了，把妙芝放出来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正在宜家电影发布会的现场为您做报道。放开！现在距离活动开始还有1个多小时。根据我们最新得到的消息，国际巨星芬妮小姐也将亲临捧场，届时我们又能一睹芬妮小姐的风采了。乐视娱乐为您现场报道。或许就能找到李焕。
嗯。